形象，在世人他人的一个眼里，你所表现出来的形象又是怎么样？这边其实是要让大家去自我检视、自我评价，也是让人家去评价。所以在这边就让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就叫做周哈里窗每个人其实都有4个区块。第一个区块叫做盲目自我就是说别人其实看你是什么样的人非常清楚，可是呢我们却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说可能是个人的一些口头禅啦、小动作啦，还是做事的一个方式，可能有好有坏啦自己平常不觉得，可是其他的人都清清楚楚的，我们表现在